五镇大会师啊，不是说文武镇头都有啊，只有五镇而已啊。五镇啊，主场的西港庆安宫。哦，那么早呢，7点半。第二主场西港国小。哦，原来西港国小。没道理啊。嘉义南势啦，南势九龍店、宋江店、關了新的江金西店。哦，拍那个宋江镇表演可以拍很多呢，就不专门拍宋江镇表演里面。白河町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了，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。五镇大会师啊，在西港庆安宫和西港国小。5月9号了，五镇大会师。7点半到8点半是在庆安宫，然后之后是在西港国小。第二主场活动时刻表。10几个镇了。西港国小。文武镇头开馆10场。寿兰町啊，高尾町，电音三太子有松江镇、天子门生镇、青狮镇。较早呢。